課堂聲話題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大埔寶馬山睇一個實用面積750尺、間隔係3房1套嘅新淨靚裝修筍盤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位於屋苑嘅9座，實用面積750尺，單位附設新淨嘅靚裝修，間隔係3房1套，客廳外望山景。客廳係左右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。飯廳設有對流窗，可擺放4人餐台，同埋訂做咗儲物櫃。而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，除咗訂做咗鞋櫃之外，呢度有個儲物房嘅空間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放到大雪櫃、微波爐。穿過走廊，第一間嚟到嘅係洗手間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配以浴室寶。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係用企缸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單位嘅原則係3房1套，而業主將呢一個位置嘅門口褪咗出嚟，同埋將第2間房嘅房門拆咗，令到主人房嘅空間更加闊落。第2間睡房用玻璃趟門隔開，變咗做書房同埋衣帽間。呢間房嘅面積可以擺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而家就放咗張大嘅書台，同埋放咗書櫃，訂做咗一套入牆置頂嘅大衣櫃。主人房除咗做咗地台床增加儲物空間之外，可以擺放雙人床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。主人房嘅弧形廣角窗，外望一片翠綠嘅景緻。另外喺床尾呢個位置隔開咗，做個小型嘅衣帽間。主人房嘅洗手間設有對流窗，保養新淨，同時設有浴缸同企缸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